今頭起先來關心食藥署接到這中聯郵局主動通報，講一批供應予泰山、福壽甲福無的沙拉油驗出這致癌物質超過標準。食藥署已經緊急要求業者全面來落價回收，要公布15項有問題產品名單。大港主價攏咧用到的油傳出致癌物超過標準，食藥署接到中聯郵局通報，供應予泰山、福壽、福無三間大廠的食用油驗到第一級致癌物苯片比，1公斤有8.1微克，超過咱法定標準2微克，有1300籠的問題油已經起到做線白的遐。苯並芘它是屬於多環芳香碳氫化合物的一種，那苯並芘也是一級致癌物。那如果民眾長期吸到苯並芘，會增加肺腺癌的風險。如果長期吃到含有苯並芘污染的食物，也會增加腸胃道癌症的風險。食藥署要求業者啟動回收的機制，對查油去到倒位，也要公布受影響的名單。除了有中聯郵局家己的大豆沙拉油，也閣有泰山企業10個品項受到影響，包括金蘇奶精油、無飽和大豆沙拉油、好利調和油等等，也閣有福無郵局的1級黃豆油、福壽事業的3個品項，包括福壽大豆沙拉油，也閣有福壽健美香油等等。動物科醫師也呼籲政府，除了落價回收以外，也要釐清是倒一搭出問題。另外也要釐清來說，到底這些大豆沙拉油為什麼會受到苯並芘的污染？到底是加工過程當中高溫所導致的，還是說環境污染所造成的苯並芘污染？中聯郵局發聲明，甲社會大眾回釋咧，表示檢驗的頻率會對原底一季一改，改做是一批油送第三方檢驗，確認合格了後才會出去。泰山也公告，有買到問題油的民眾會當去辦理退錢。台中市食安處6月30接到通報了後，找食藥署展開聯合稽查，勒令業者積極停工。後手若准查到業者違規無通報，安尼會罰3萬至300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